大家好，我係拆夥頻道 Stella。今日呢條片預咗得罪好多人，但係我都照講㗎。咁最近有條抖音片爆到七彩，內容係中山變鬼城，港人北上執死雞，反變成咗送人頭。馬鞍島新盤價格腰斬，當年4萬買入，至今16000都無人問津。當時深中通道未通車，卻變成咗香港投資客嘅墳場。咁2萬個讚，4000幾個留言，5000幾個收藏，成8分鐘嘅片，由頭踩到尾，斬釘截鐵咁話馬鞍島玩完。但係我想講一句，喂，你話佢鬼城，你親身去過未？你夜晚揸個車上去睇過未？你入嗰啲屋苑大堂望過有冇人住？定係你睇咗幾張航拍圖、幾條抖音片就落結論？我個禮拜都帶客上島睇樓嘅，咁由2021年個市最癲嗰陣啦，睇到而家，成個週期我行咗一轉，我見到嘅嘢同條片講嘅有重疊，亦都有出入。我唔會死撐話馬鞍島冇問題，確實有問題，但我亦唔會為咗流量就去誇大嘅。咁今日就用最真實嘅數據，用我每個禮拜帶客嘅一手經驗，用最毒舌但最老實嘅港式吹水方法，同你拆清楚呢一壇嘢。你可以話我係經紀，有利益衝突，但數字係公開數據，唔會講大話。坐穩啦吓，先講啦最爆嗰個數字先，4萬一個平方跌到16000蚊一個平方，呢一個講法一半真一半假。等我拆開俾你睇。一半啦，就2021年高位嗰陣，馬鞍島確實有個盤開到35000至4萬一平方嘅。嗰陣時咩環境？深中通道炒到癲晒，萬科、保利、雅居樂全部衝入嚟，深圳客好似唔使錢咁湧過嚟。我當年就帶過一個香港客上去睇，佢望兩望就同我講4萬一平，仲平過深圳一半喎，買啦！嗱，就係呢一種心態，個個都癲晒。搶樓啦，好似爭啲演唱會飛咁，連示範單位都未睇就落訂，黐線。咁假嗰半就跌到16000，呢個數字就有所取巧啦吓。我同你講呢一個實情，而家馬鞍島新盤平均價大約係去到18000至22000一個平方嘅。咁部分發展商稱貨尾嘅促銷單位先做到16000至17000蚊一個平方，但係記住下。16000嗰啲係低層向內圍嘅，係開發商要現金唔要利潤嘅尾貨。你攞全島最貴嗰個盤嘅高位定價去對比全島最平嗰個單位嘅清貨價，梗係腰斬啦。打個比喻，你即刻明。你攞太古城海景單位高位2萬蚊一尺嘅，去對比而家天水圍嘉湖山莊低層嘅1萬蚊一尺，然後大聲話香港樓價腰斬。喂，你識唔識計數㗎？咁真實嘅跌幅就係馬鞍島整體大約跌咗2成半至3成半嘅，由高位平均價3萬至到35000，落到而家18000至24000，跌幅係大，但絕對未到腰斬呢一個階段咯。不過公平講一句嚇，2-3成嘅跌幅對於2021年高位入場嗰班投資者真係好傷嘅。300萬人仔買嘅單位，而家市值大約200至220萬到。帳面蝕80至100萬，加埋呢幾年嘅供樓利息、管理費、裝修攤分，實際可能蝕過100萬。呢個係事實，我唔會遮遮掩掩。香港對比衝擊，同樣300萬喺香港你買到咩？講真啦，天水圍嘉湖山莊一間300尺都買唔到啊！但中山300萬係買140至170平嘅一個豪宅級數嚟㗎。問題係你唔係喺度住噶嘛，你係當投資買嚟等升值，個市一逆轉你就企咗喺度，呢個先係真正嘅問題。點解會中伏？嗱，有3大死因嘅。死因一，俾深中通道4隻字衝到懵晒。2021年嗰陣成行嘅經紀全部都統一個口徑，深中通道一開，馬鞍島就係第2個前海，20分鐘到深圳。而家唔買，通車之後你一定後悔。喂，你信咗？真係信㗎？我而家同你計清楚條數啊！深中通道全長24公里，設計時速100公里嚇，理論行車15至20分鐘，但現實朝早高峰期兩邊出入口塞車塞到爆。加埋市區接駁，實際通勤最少45至50分鐘㗎。咁過橋費
有人估單程60至80蚊人仔，來回120至160，一個月返22日工，淨係路費就已經係2600至3500，加埋有錢停車場、時間成本，你仲話心中同醒？你話俾我聽邊度計得掂？死因2，冇計過持有成本，好多人淨係睇買入價，大錯特錯。我同你一筆一筆計下，300萬嘅單位，首期3成即係90萬，月供大約11000人仔，30年4厘嘅息口嚟計，管理費3蚊1平一個月，咁100平呢，就即係300蚊一個月，一年就3000攞。幫手起碼15至20萬，一年持有嘅成本大約就係12萬5嘅人仔，3年就燒咗37萬5。然後你發現樓價唔升，反而仲係跌，仲要賣唔出，呢下先係真正嘅送人頭啊！唔係買貴咗咁簡單，係買完之後每個月仲要繼續抌錢落去養住佢，你話死未？死因3，買嘅係概念，唔係實物。當年馬鞍島買咩 ？PowerPoint 規劃圖、效果圖，未來會有地鐵18號線，未來會有國際學校，未來會有3甲醫院。全部都係將來式，全部都係就嚟有。現實呢，地鐵18號線嗰個南延段呢，仲喺規劃階段中，最快2028至2023年先至再通車嘅。國際學校雅居樂隔離嗰間仲喺度起緊啦，幾時開學未有期啫。3甲醫院而家最近嘅大醫院要返中山市區，車程呢大概40分鐘左右。你買嘅係未來會發生嘅事，但供樓嘅錢係而家嘅，每個月要俾呢一個時間錯配先係最致命嘅。咁我而家就攞香港嚟對比翻啦嚇，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由規劃第一個人搬入去10幾年嘅，你要求一個開發咗5、6年嘅一個新區配套齊全，你係咪傻㗎？深中通道係福音定係陷阱？呢度係全條片最關鍵，因為好多人到而家都未醒啊！2024年6月30號，深中通道正式通車。通車之前，個經紀拍晒心口，佢講咩？一通車樓價一定暴升。結果咧，通車之後，中山樓市唔升，反而跌咗。點解會係咁？因為個市一早消化晒㗎啦。明唔明啊？打個比喻啊，深中通道就好似一套戲咁，由2016年落項到2024年通車，足足煲到去8年。所有嘅好消息，所有憧憬，所有未來會點，一早已經係反映晒喺2021年嗰輪風象入邊啦。到通車嗰一刻就係好消息出盡，金融術語叫趁好消息出貨，句咧係唔會呃人㗎。深中通道通車後第一個月，中山全市新房成交大約係3200套，聽落好似係幾好，但你知唔知2021年高位月份係過萬套啊？5年跌咗7成，仲有一個更深層次嘅問題，好多人冇諗過，通車之後反而令競爭更加激烈。以前深圳客嘅心態係馬鞍島係離深圳最近嘅中山區域，我得一個選擇啫嘛。而家深中通道通咗，深圳客週末開車四圍睇樓，忽然發覺，咦？惠州有橋，東莞有路，珠海有港珠澳大橋，全部都通晒嘅喎，點解一定要揀中山？通車之前，馬鞍島係唯一嘅選擇；通車之後，馬鞍島係其中一個選擇。呢個競爭格局咧，嘅根本改變先係最深遠嘅影響。仲有一樣嘢，通勤成本嘅現實打面啊！有人同我拗啊，深中通道20分鐘就到深圳啦。OK， 咁我同你計，馬鞍島嘅屋企再過去通道入口10分鐘，通道嘅一個行車呢20分鐘。咁深圳出口到前海、南山或者係到你嘅公司15至20分鐘，總共45至50分鐘。假設一切順利，冇塞車冇封橋，咁呢一個時間呢，同你住天水圍去中環返工差唔多。但你住天水圍，你係真正香港居民，有齊醫療、教育、福利。你住馬鞍島，每日跨境返工，路費加油錢一個月3、4千，仲要承受跨境通勤嘅所有不確定性。落大雨點算？
如果春天大霧封橋點選？有事故塞2粒鐘點選？你話俾我聽，呢條數點計得點？配套咧同人口增長，鬼城定係生城？條片咧就話馬鞍島配套不足，人口流入少，方向係啱嘅，但係我拆開俾你睇全貌，已經有嘅配套下，翠亨新區政務服務中心而家喺度運作緊，中山紀念小學已經開緊學㗎，部分樓盤嘅地鋪、超市、餐廳、藥房都已經開咗，翠湖公園、翠亨國家濕地公園已經對外開放。深中通道呢個唔使多講啦，每個人都每一日喺度行緊㗎啦吓。咁而家咧有起緊同埋規劃緊嘅，咁我就再講講地鐵18號線南延段，預計咧喺2028年至2023年嘅國際學校而家喺度起緊，大型嘅購物中心嗰塊地塊咧就已經拍賣咗㗎啦，就待建緊。3甲醫院規劃中，問題喺邊度？唔係冇配套啊，係時間點唔對路。你2021年高位入場，發展商同經紀同你講2024通車就乜都齊，但現實係基建配套以10年做單位，唔係以年做單位。香港將軍澳由80年代發展到而家40幾年，天水圍由90年代到而家成30年先叫成熟。你要求馬鞍島5年內配套齊全，邊個咁天真啊 ？OK， 而家我再講一個人口數據。咁規劃人口咧50萬，遠期嘅目標嚟嘅。目前常住大約3至5萬人，已經入邊係包埋建築工人㗎啦。早期交付樓盤入住率約4至6成，新交付樓盤入住率約1成半至2成半。咁夜晚揸車上去睇，確實係有啲樓咧係黑麻麻嘅，但呢個代表鬼城咩？真相係2016年到2021年呢5年，馬鞍島出讓咗超過30幅住宅用地，供應超過5萬個單位，但同期實際搬入去住嘅人口只增大約2至3萬人，咁即係話樓起得快過人搬入嚟，呢個先係所謂鬼城嘅感覺嘅真正原因，唔係冇人買，係買咗嘅人未入住。香港投資者買咗擺喺度等升值，自己唔住又未租得出，深圳買家週末先上去住1-2晚，平日唔喺度，所以條片見到嘅黑麻麻係真嘅，但解讀錯咗咯，唔係冇人要，係未有人住。咁呢個差別咧，決定咗你係恐慌拋售定係理性等待。OK， 講完數據，咁而家咧就輪到挑機嘅一個環節啦。呢條片咧有4個位嘅，我要同佢計清楚。漏洞1，無人問津，純屬誤導。條片話16000都無人問津，講真啦，2026年上半年馬鞍島月均成交大約係600套，即係平均每日20個單位成交。你可以話成交量比以前少咗好多，但你話無人問津，每日20個買家唔係人嚟㗎。咁重點嚟啦。而家買嘅人唔係2021年嗰班癲炒客，而家買嘅係真正有自住需求嘅人，深圳返工人、中山本地改善族、退休港人，呢個由投機轉向自住嘅轉變，你話係好事定係壞事？漏洞2，冇分析大環境，淨係打稻草人。成個大灣區呢2年全部跌緊，深圳啦部分區域跌1成半至2成半，廣州1至2成，貴州2成至3成，珠海1成半至2成半。馬鞍島嘅跌幅係整體趨勢嘅一部分嚟嘅，你單獨抽佢出嚟打，公道咩？成個股市都崩盤，你單獨鬧其中一隻股票點解跌？喂，講道理啊！漏洞3，深中通道咧係墳場，呢句最離譜。一座500億人仔嘅國家級基建，通車只係1年幾，你就急急腳話佢係墳場。1969年青馬大橋規劃嗰陣，大嶼山仲係荒島一個。今日呢，東涌、迪士尼、機場、港珠澳大橋口岸，全部都係靠基建帶起嘅。你用1年嘅數據去判斷一件影響長達50年嘅基建，同嗰啲買股票3日唔升就話公司廢嘅散戶有咩分別？漏洞4，忽略咗最重要嘅變數，
宏觀政策。而家成個中國樓市嘅困局咧，根源唔係馬鞍島規劃有問題，根源係3道紅線打殘咗發展商嘅融資，預售資金監管鎖死咗發展商嘅現金流，經濟增速放緩影響全民置業嘅信心，人口結構轉變，少子化、老齡化影響長期需求，呢啲全部都係全國性結構性嘅問題。你將佢全部塞落馬鞍島個頭頂，然後話係馬鞍島嘅問題，公平咩？咁我喺呢度斗膽講句啊吓，如果今日成個中國樓市都係牛市，馬鞍島嘅問題根本唔會咁突顯。問題係而家唔係馬鞍島出事，係成個市場都喺調整週期入邊。馬鞍島只係其中一個被放大嘅案例。講到呢度最關鍵嘅問題，而家馬鞍島仲買唔買得過？我唔會同你講好抵啊，快啲買，亦都唔會同你講千祈唔好買。我同你講數據，你自己決定。首先第一，適合買嘅人，自住型，你打算5年內搬入去住，而家18000至22000嘅價位，相比2021年高位已經平咗3-4成。同樣100平嘅單位，你俾少80至100萬，呢個折扣係真實嘅，唔係幻覺，合理入場位。第二，退休、半退休港人，你想要大啲嘅生活空間，但香港 budget 根本買唔起。100平方180萬人仔，首期54萬，月供7000蚊，一條香港綜援金都夠供，每星期返香港飲茶探個孫，心中一粒鐘，你嘅退休生活質素係完全唔同層次嘅。第二，唔適合買嘅人，短炒型，期望1-2年升2-3成就賣，對唔住，而家個市冇呢支歌仔唱，唔好發夢。純投資型嘅，你唔打算住，淨係想擺喺度等升值，持有成本1年10幾萬，3年幾十萬，會慢慢食晒你嘅潛在回報。冇現金流緩衝嘅，你要確保供樓加持有成本佔你月供收入唔超過4成。公司裁員、利率上升、租金下跌，任何一樣你都爆雷啊！而家呢，最後終極對比下，一句講晒。香港300尺上車盤，500至600萬港紙，首期100至120萬，月供18000至22000。中山馬鞍島100平方嘅單位，180萬至220萬人仔，首期54至66萬，月供7000至9000，相差3倍，係3倍啊！但記住啊，香港樓嘅流動性、出租回報同埋長期升值潛力咧，同中山係冇得比嘅。所以你問我邊度好啲，係問錯問題啊！正確問題係我呢個人生階段需要啲乜嘢？你30歲要返工、要社交、要方便，留喺香港，唔好諗中山啊！如果你55歲半退休，想要空間，budget有限，馬鞍島值得認真考慮，但你唔好諗住會發達啦。最後呢，我就3句講完啦吓。第一，自住有能力供，而家係好時機，發展商要錢唔要貨，你嘅議價能力係咁多年最強嘅。第二，純投資，而家唔係時候啊，等政策明朗，等人口流入有實質數字，等配套真係落地先。第三，已經買咗蝕緊嘅，唔好恐慌拋售，樓市係周期性嘅，馬鞍島3大基本面。深中通道、翠坑國家級新區、中山市中心東移，一個都冇變過。最後呢，我就公道講一句吓，嗰條抖音片嘅存在呢係好事嚟嘅，因為呢，佢提醒咗所有投資者一個最基本嘅道理：買樓係買實物，唔係買概念。任何人同你講保證升值、一定翻倍，最後機會你即刻轉身走，唔好擰翻轉頭啦。馬鞍島啦，唔係天堂，亦唔係地獄，佢就係一個真正歷練緊成長痛嘅一個新區嚟嘅。有人喺度賺咗，有人喺度蝕咗，你呢？你想做邊個？我係 Stella， 今集啦就講完噶啦吓。有問題呢，就喺下邊留言，點 like 或者撳個鐘仔去訂閱啦，我一定覆返嚟。我哋下次見。